大家好，我今日超高興，今次為你介紹啟德跑道區新鴻基天璽海隆重登場。入到去高層一座 A，2141尺，係咪人見人愛，車見車載？我已經 book 咗車，載你過嚟睇天璽海。約我打電話61618223或者 WhatsApp 我，快啲過嚟睇下呢個靚景！180度飽覽維港煙花海景，一線海景。呢個啟德海濱區有長實、中國海外、華潤保利、恒地，今次都到新鴻基發威啦！一座 A 室，4房4套廁設計，樓花預售期已經由9樓至21樓大平賣，大家對佢信心十足。呢間23樓而家睇現樓，有衣帽間，天璽海同天璽天一樣，最大一間主人套房都係400尺，同雲景一樣有海景浴缸、雙洗手面盤。浴室內仲有雅致化妝鏡，俾太太化個靚妝，襯個靚衫。主人房景觀有270度，左手邊有啟德郵輪景，右手邊有海明軒一樣，都望到世界級香港地標景觀。我一隻右手都數唔晒，4.5米乘5.2米，放完雙人床，仲可以放書台。有錢人嘅煩惱，自己張大張書台，放望海嘅呢邊定，放望住內園景，睇住萬家燈火嗰邊嘅方向好。睇嚟都要問下風水師傅，財位向邊度，要坐喺邊度，望住邊度先辦公最發財。講完主人房，天璽海一座 A 室有4間房，3間向前望南海，一間向後望返內園。雖然話係套房，但浴室前有2片門，可以當客廁，又可以當套廁。4房4套最大目的，一個早上返工返學嘅屋企人。每間房嘅主人有自己獨立梳洗空間。如果你唔使4間房都放床，呢度可以做書房，又有獨立廁所，合適每秒鐘幾百萬上落嘅大媽省。辛苦得嚟志在食，我哋睇睇客飯廳有梗住，再有一個 kitchen island， 飲下咖啡，打下麻雀。成個廳有一個細空間，有趟門，啲麻雀聲都唔怕佢周圍走。講完玩就講下食，側廳同飯廳有2面門口入到廚房位，雙門雪櫃，雪櫃隔離係後門。送走垃圾唔會經過私人升降機大堂同客廳，留下異味。天璽海係咪好靚？而家已經係現樓啦。12月21日同東九龍繞道同一日開放，睇嚟新鴻基睇準熱度，啟德熱，啟德熱。由啟德海濱區到達西九高鐵站，車程時間會大縮短咗，快咗10至15分鐘。我帶客人高鐵站上車，過嚟經東九龍繞道，一踩油冇交通燈5分鐘內直達啟德同觀塘，好正。最近啟德天璽海、天璽天、德華中心都係我心水推介，快啲過嚟睇！